请继续来看这个婚林馆整修着13间的老古厝，透过老建局的保存，见证着地方的历史。今仔日伫斗南旧分局的办公厅来举办成果展览会。这是早期的老建筑才有的风貌，不过因为年久失修，会产生真侪问题。婚林县政府执行文化部的私有老建筑再生补助计划，已经收管来13间的老厝，嘛让这些老厝有新的生命。我们的屋主跟经营者的这个角度，它是为我们带来不少观光的人潮。文化观光处嘛特别伫古道南分局办公厅下举办成果展，邀请厝主佮有协办单位来分享交流，期待会当将这份老厝才有的美丽分享出去。然后旧的建筑，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修复，然后呢共存共荣，这就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哦，一个很重要的指标。成果展会展到明仔载31号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参观。另外，若是有符合申请补助条件的民众，嘛会当来问文管处的文化资产科。